BB 他也听动作，根本听不懂夸他，假装夸他，夸一直夸。哎呀，好瓜，哎瓜，哎，我还真听得懂。这燕云之，我要去哪儿寻他呀？我就送个荷包而已，为何还要等到上元节？爱琴，我以为你去国子监读书已经是最难的事儿了，没想到你现在挑了个更难的。此话怎讲？他燕云之什么来头？燕云之，汴京4大公子之首。余下就是清玄君严小郎和在下。和你？嗯，那这标准也不太高。这4个人里面最难办的就是那燕云之。虽然他是丞相府庶子，不过他才学过人，样貌嘛，仅次于我。他这人专治那些投怀送抱的。你要想送他荷包，我劝你，还是现在先去学学琴吧。放心吧，没有我桑琪搞不定的人。我知道。近在眼前，我就拭目以待了。请吧。燕公子，1日之内我们见了2次，纯属是缘分。不如你就收下我这荷包。哎，在边境，女子送荷包是表达情谊的。啊不，公子不要误会，我对你没有情谊。真巧，我也是。那最好。何况我一个眼睛都睁不开，还不会说话的人，怎么配得上桑小姐您赠的这个荷包呢？那您就是太谦虚了。你只要把眼睛这样瞪起来，目光炯炯，让那谁都看不见，木桩着地。哎，一张脸2层皮，这难道就是你们边塞的风土人情？刚刚还在背后议论人，现在就转手送人荷包，想干嘛？啊？我主要是今儿才从那个边塞回来，边塞那边的口音还是有点重，我是一直带着口音嘞，哪个可能说理嘛？怎么可能嘛？不可能的事。是嘞。长得美丑得很，一天碰到2个。喊你么在背后说人家坏话？我哪儿在背后说他坏话嘛？我面前说的，只让你看到了，果然跟那个宋佳音就是一对，天生一对，绝配。BB 他也听动作，根本听不懂夸他，假装夸他，夸一直夸。哎呀，好瓜，哎瓜，哎，我还真听得懂。曾经去蜀路办过公差，学过几句。那我们还有机会噻。除非摸哈喽。除非你哈喽。谢爷上。哎，我的。